敢靠得住，阮也是一片痴情，不愿随便放袂记。这敢是这个天下纯情的女性。爱情是世间的，权力与义务。明明知男性不是全心有意思，阮也是对伊癡情。不愿随便放背伊，这就是天下纯情女性的心情。世间的男性是，有情若无意，明明知永远无心甲阮谈情意，阮也是提出真意。表示无伊会死，这就是